恩雨降臨灑大地，洗滌我哋嘅心靈。晴天、陰天、雨天都係感恩天。今日節次飛鷹咧冒住黃雨嚟到認識一對夫婦。呢對夫婦好有愛心，原來佢哋咧係雨林小天使慈善基金嘅創辦人。佢哋原來有一個咧係幾歲大嘅腦癱罕有病嘅女兒啊！呢個女兒咧出入醫院，但呢對父母咧好有愛心，佢哋冇怨過，但咧佢哋咧都係記掛住喺醫院喺 ICU 喺醫院裏邊咧做一班小天使，有啲住咗幾年，有啲咧已經住咗成10年，因為咧屋企裏邊冇錢買呢個呼吸機，冇錢買呢一個嘅設備，甚至買輪椅嘅錢都冇，長期就留喺 ICU 裏邊。唔好話講咩中秋節過節，唔好話講咩新年，大家食月餅嘅時候有冇諗下喺醫院裏邊仲有一班嘅好可愛嘅小童，因為錢嘅問題冇儀器嘅問題，佢哋唔可以嚟到同家人團聚啊！咁咧呢個慈善基金嘅創辦人啊，佢哋設計咗一張好靚，大家睇唔睇到啊？兔好可愛嚇，跳跳紮。我哋咧就係同雨林基金創辦人同埋咧浩林義工團隊飛鷹團隊，我哋咧就參與咗一個慈善嘅活動，希望大家咧有錢嘅就出錢，多少無拘嚟到去買呢個廣東省百年老字號嘅月餅。如果係中秋節個個都食月餅啦，有啲話唔食啦，可以買嚟去送做慈善。我雖然單親，我養大我個女做會計師啦，佢都係由做慈善開始，多少無拘。如果大家睇咗呢條視頻，請大家俾個 like， 俾個心心嚟到去支援我哋呢段嘅義工隊，好叫我哋咧開開心心嘅嚟到迎接一班喺 ICU 嘅兒童出嚟過節，團購我哋更加開心。希望喺公司裏邊、喺廠裏邊各方面嚟到去大量嘅買嚟到去寄送出去做慈善，幫助啲有需要嘅人。